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咱的政治学的总复习。咱头一集已经讲了有关国家甲政府的体制，国家甲政府是要建立伫什么款的基础之上呢？就是宪法。所以咱这道要来讲的叫做宪法、立宪主义，甲宪法所分出来三个主要的权利。其实我前几天才做了一支影片来讨论什么叫做宪法，什么叫做宪政主义。你嘛会使咧配合来去参考到迄支的影片。咱讲到伫考试的内面宪法甲立宪主义这个单元，其实考试算讲较正咧考的一个单元，所以咧你爱放一寡这个注意力量伫这个单元顶悬。咱讲宪法，头先你爱先了解什么叫做宪法，搁有针对着宪法的定义，伊有展现出无共款的类型，包括着有诶家己写出来，有诶是无写出来，诚做一本的，有诶是较会使去无共款的所在来去找，迄叫做成文甲不成文的宪法，搁有即个较柔的，甲即个要修改较无法度修改，所以伊的类型你小可甲了解一下就会使啊。较重要的重点呢是即个宪法，伊主要的目的是要来去保障咱的人权，伫遮来去限制政府的权力。所以有关即个人权的部分，你爱稍微小可甲了解一下，包括着消极的。这是第一代人权，第二代是差不多18世纪的时阵，伊叫做积极的人权，到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迄叫做集体的人权，或者是人权这个小主题。你若是主张，咱应该用宪法来去保障人权，来去限制政府的权力，迄就叫做立宪主义，也是叫做宪政主义，拢会使。建立伫这个宪政主义顶悬的民主，就叫做宪政民主。所以咧，你要小可了解什么叫做立宪主义，伊的意思，伊有什么款的功能，有什么款的特色你了解者，安尼差不多咧是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就是咱咧介绍宪法的时阵，介绍讲宪法就是要保障人民的权利，限制政府的权利。要安怎来去限制政府的权利呢？就是爱甲政府的权利呢，甲跳开、分开啦，莫互伊权力集中，安尼政府权力集中，可能会去影响到人民的人权。所以咧，就有咱听过叫做分权制衡，将这个国家的权力分做是行政权、立法权甲司法权。你若是考一般行政的朋友你这个部分你谈到因为咧，咧讲行政权的所在，基本上就是行政学的内容一模一样啦。所以这个单元你会使弄过，因为你用你行政学学到的物件，放来政治学才来去讨论。宪法内面的行政权就有够你讲我毋是考一般行政，我无学过行政学，安尼要安怎来去处理咧？其实讲起来，咱政治学内面会考行政学的物件，但是呢，未专考，就是有一寡较重要的重点。我等下来甲大家做一个说明头先呢，就是你要先去了解到什么叫做行政权嘛。这个过来就是行政权内面呢，头先是有啥物款的人伫咱的这个行政权内面呢，主要有两位嘛，一个就是咱的政务官第二个就是这个文官所以你先去小可了解一下。由这个政务官甲文官所组成的，迄叫做官僚的体制。官僚的体制就是 Max Weber 伊所讲的这个官僚的体制。所以官僚的体制，伊的原则每一个原则的优点甲缺点。甲针对着这些缺点，要安怎来去做处理，你拢爱小可甲了解。也因此咧，伫咱的文官、政务官所组成的这个官僚的体制之下，会使来去制定无共款的政策，迄就叫做公共政策。公共政策包括着问题提出这个规划、决策执行甲评估这嘛是有当时啦，会伫政治学内面去考到的。过来咱的官僚的体制制定这个公共的政策做好做歹，咱还甲伊监督这就叫做课责 accountability 这嘛真爱考所以你要小可甲即款物件呢了解一下。最后就是咱现代行政的趋势，叫做治理，包括着电子的治理，甲这 AI 有关系，民主治理、全球治理、甲跨域治理拢是治理的这个主题。咱这个
地理啊，伫行政学内面嘛，甲大家讲是真重要一个概念，所以呢，放伫遮呢嘛是爱去注意。以上就是你若是干那要准备政治学，你嘛小可甲行政学内面即款物件，佮讲一解哦。官僚體制啊，公共政策啊，佮有即个文官甲政務官，佮有即個課籍啊、地理，小可甲看者就會使啊。過來咧，咱講了行政權，過來就是立法權。啊，立法權內面呢，較重要的一個物件，就是頭先先了解到，啥物叫做立法權，伊有啥物款的功能。啊，過來就是伊有當時立法權有兩個國會，啊是一個國會，伊是迄個類型。過來就是即個立法權內面的即個行為者是民意的代表。啊，民意代表到底是咧代表啥呢？有即個委任選啊、專權委託、反映選，甲即個托付選啊，無共款的理論來去討論，講即個民意代表到底咧是代表啥物款的人。過來就是佇立法的過程當中，伊的即個定數，你愛小可甲了解一下，佮伊的表現，包括着即個 log rolling 啊，甲即個滾木立法等等的，小可甲看者就會使啊。最後就是司法權，司法權其實內面上重要就是司法的審查啊。最近嘛有一寡新聞的事件咧，講即個司法的審查。頭先先了解講啥物叫做司法的審查，有啥物款的意思，有啥物款的功能，啊，佮有伊的類型啊。包括就是集中來去做審查，是分線來去做審查，佮有伊是對一件案件，也是對這個法律法條的部分來去做審查，攏是呢過去考試可能會考的這個考點。所以以上就是行政權、立法權甲司法權可能過去有考過一寡重點。啊，你若是佇你的課本看到即款物件以外其實就是較漢地咧考的，咱就無甲大家做一個提醒。啊，毋過咧，即個單元你若是要掌握，差不多就是即寡的重點。講濟無濟，講少嘛無少啦，但是題目是誠濟。我真看好，就是佇今年後面的考試應該即個單元題目的數量應該嘛是誠濟哦。所以請大家一定愛小可甲注意一下，會使來去配合着你手邊的即個參考的資料，安尼應該就無啥問題啊。好，以上就甲大家做一個補充，說明講憲法立憲主義甲憲法所分出來行政權、立法權甲司法權即個物件要安怎來去掌握伊個架構，還有伊佇考試內面有啥物款較重要概念，你會使擱倒轉去你個課本甲伊看好清楚的。以上就是咱這回要甲大家討論的，後一回咱要來討論是選舉的制度，咱就後一回再擱繼續甲大家做一個報告。咱這回就到這。敬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，闔家平安，大賺錢。